發癲咯！之前21200嘅，依家10000幾，可以上車東區啊！依家嚟到我哋東區 CBD 隔離嘅裕隆，嗱，全部都係現樓啊！依家在售面積102方到143方，3至4房，真係超級抵啊！有興趣嘅粉絲咧，依家跟住個鏡頭上去睇房啦！嗱，王者戶型咧就係唔一樣，2梯2戶啊！等電梯嘅麻煩都唔使。嗱，以下落嚟我哋睇下1193房，嚟入嚟睇下我哋呢個格局先。餐客廳開放式廚房，咁呢邊後陽台做咗一個拓展空間啦，呢邊可以做洗衣房又得嚇。好，咁過嚟睇下我哋嘅景色，景都最重要嚇。為咗咩啊？就睇呢啲啊嘛。嗱，睇出陽台呢邊紫嶺，紫嶺小啊，細佬哥喺個跑步，喺屋企都可以睇到嗱。紫馬嶺公園又喺嗰度，博覽中心又喺嗰度，呢度出去都係非常之便利嘅嚇。一出去咧就係我哋博愛路。OK， 咁依家過嚟睇下我哋休息區呢邊。休息區呢邊3房佈局嗱，3段式公廁房間咧，就精緻咗少少啦嚇。呢2間啊，到時飄窗嗰啲咧，全部都可以做房。咁主套呢邊就靚仔啲嚇，大矮櫃。咁呢個衛生間咧都係比較闊落嘅，主套就係咁樣。其實地段就冇得彈噶啦嚇，咁戶型咧，我覺得都還可以嚇。而家10000幾可以買到東區，又靚個地段係咪先？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評論區交我帶你過嚟購房。